再来看台北市文山区的麦新市场，已经有41档的历史了。2楼的活动中心嘛有公安的问题。5月的时阵，苹果是指出讲氯离子的量上悬，是海沙处。1楼天棚就落落来是真危险。里长嘛表示讲，活动中心的天棚会漏水，更金木拢看现现。所以市场处表示讲，今仔会派厂商去苹果防水保强的工程，会先来整修，继续来推动市场的改建。这个都修理过的，就会被这样。天棚的钢筋拢走出来，看现现，互人看到就惊。涂骹规拢是轻架啊，还有一地暗门涂。台北市木心市场已经用41档啊，伫咧2楼的居民活动中心，天棚规拢绑来，落来石头差一点仔就讲着人，这么暂停使用，引起当地居民的担心，希望市府赶紧处理。承办的单位可能不够积极啦。才会比较慢嘛。居民活动中心每当看到真侪所在天棚拢落来，天棚的绑也规拢生高，若是落雨就会漏水。风台来时阵，外口做大水，内面也做大水。当地里长讲，活动中心逐工拢有200-300人来遮上课，不过一直拢有公共安全的问题。天棚的绑来漏水，这13年来一直修一直补，情形是愈来愈害。刚开始可能修了，停个1年，可能到处哪边渗水就慢慢掉。到后来这几年，这7、8年都已经就是你修了大概撑个半年，已经是了不起。3个月它就开始又渗水，然后开始又轻钢架掉下来。居民活动中心伫今年5月经过结构技术评估了，氯离子的含量伤过悬，敢若是变做海沙处。市场处讲，虽然有派厂商来评估做防水保强的工程。修理费用初步估计要900万。短期的目标是以整修为主，也继续伫咧推动木心市场改建。现在木心市场要改建，比较大的问题是中继市场的选定。那我们之前评估过的几个公园，周边居民都反对，但是我们最近找到一个场地，是一个停车场。针对中继市场要建伫咧倒位，地方有无同的声音。市场处伫最近也开说明会，希望民众有共识，而且是目标伫咧原所在改建为主。里长认为市场改建是上好的解决方法，互民众较袂有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